飛利浦近日推出一款針對以硬件隔住藍光嘅顯示器236E7E DAB/69，喺發光根源 LED 着手減低藍光，可以保護用家雙眼之餘，亦都唔會令到畫面過度偏黃。仲加入 MHL 功能，俾用家以手機或者平板連接顯示器輸出，更加方便。飛利浦23寸 236E7E DAB/69顯示器，主要係針對經常使用 PC 嘅用家。內建 Soft Blue 護眼技術，直接將 LED 光源裡面嘅藍光過濾，將根源上面嘅藍光抑制，可以隔住90% 嘅藍光，有效保護用家雙眼。顯示器採用23寸 AH-IPS 屏幕，提供16:9、1920×1080解像度。採用嘅 IPS 面板可視角度達到178度，喺唔同角度亦都可以睇到清晰嘅畫面。另外支援 Flicker-free 無閃爍技術，減輕用家雙眼疲勞。針對顯示器可能用喺觀看唔同種類嘅內容，飛利浦加入咗 Smart Contrast 技術，內建系統自動偵測當前播放嘅內容，進行色彩同埋光度微調，有效以最佳嘅對比度顯示，就算暗角位亦都可以清晰睇到。同時顯示器支援 Smart Image Light， 預設3種模式俾用家根據當前嘅內容加強影像對比度、色彩飽和度同埋清晰度等等。仲備有經濟模式，將各項參數嘅功耗降低，幫用家節省電力。236E7E DAB/69外觀簡約，外框雙邊嘅厚度只有2.5mm， 加上大概9mm 嵌入面板嘅黑色矩陣線條，拼合多台同型號顯示器嘅時候效果更佳，而且提供負5或者20度前後旋轉，方便用家調校最佳嘅觀看角度。輸出界面方面，顯示器提供 DVI-D、VGA 同埋一組具備 MHL 技術嘅 HDMI 界面。MHL 係一種智能手機同埋平板嘅顯示輸入規範，用家只需要選購 MHL cable， 就可以將手機同埋平板嘅畫面輸出去到顯示器，而且可以同時為裝置進行充電。另外仲備有 Audio In 接口，用嚟連接 PC 嘅音效端。顯示器仲內建咗一對5W 嘅揚聲器，聲音質素表現理想。